科技大学2个教授涉嫌收钱，替人一撮亲手写论文，互法院判7档甲5档2个月，褫夺公权2档。美国加州一只 B-52轰炸机起飞了后无偌久，熊熊摔落来，就火烧，顶悬8个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6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几天这天气是无介稳定，气象署指出，这拜三开始呢，中南部的雨水是会豆啊减少，也毋过东部地区这过昼也是会落雷公雨的。拜四开始，其实大部分的地区都会变好天，而且愈来愈热热。而到了礼拜4之后，水汽进一步的减少，可以看到，中部跟南部，除了南部在清晨有些零星的降雨状态，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稳定的，只有在中部以北、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而这个状况一直到礼拜6之后会更加的减少，午后雷雨的区域会更加的减少，那天气呢则会以多云到晴为主。气象署是表示讲，这拜四开始呢，气温是会豆豆啊回升，而且天气愈来愈热热。到5日这连假，这普遍来讲是有33度以上。若拜3到拜5呢，这台东是有可能会透烧风的，所以提醒民众，若准备出门，都要注意避免热伤害。来看受到这波黄酸雨方面的影响，伫云林大溪温啊呢是来传出灾情啊，落大雨佮兼拄着大流，这鱼温啊暴旱放起，一寡沙白鱼全安尼流出去，而且呢嘛因为有这井水流入去鱼温啊内底，盐度一个降低，恐惊是会影响到蛤蟆的成长。目前已经有6户受灾啊，若伫咧屏东的东港嘛是有部分的道路是因为海水倒急开始来积水。怪手紧急时间用钢棒甲鱼运帮花的孔扎起来，要防止大排水搁再灌入去温啊。连续几日天大雨，搁有拄到大漏水，云林大溪养殖专区的排水系统未抗一，致使鱼运帮花放弃，造成真侪沙目鱼流出去，损失目前也无法度估计。今天就破掉了哈。那里啊？那将近8米的地方，整个体都坏掉。我们就。公告现在来抢险了。雨水、井水入来窟啊，分油啊应该存活率存无3成啦。包括这届落雨，所有后壁文革的病变会非常多。养殖户表示，目前受到影响的养殖户至少6户，规个鱼运因为放花，已经互大量的大排水灌入去，厂商真悬简单当用钢棒暂时扎咧，避免灾情扩大。爱等待天气转好，才会当换水整理。那屏东东港镇东镇里一寡路段，因为落雨加上大漏水，海水倒急，致使路面积水。这2条溪咧排水，变做讲，若满潮无满潮，就是对水沟坑，阮的排水孔无倒灌啊。海水对阮的排水系统无倒灌起来啊。东港东镇里里长表示，16透早有一寡凹窟有海水开始入来，一直到透早11点积水才会慢慢提起。预计17会知影抑个有积水的状况，未来希望顺利争取经费，甲路面贴悬，改善因为海水倒急来淹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科技大学的教授王嘉男甲邓慧钦，这2个人呢，伫民国113年时是涉嫌收钱，替6个在职专班的硕士，也有迫使学生来找枪手，甚至因个亲身落去代写论文。但即马今仔头地方法院是照贪污罪，甲这2个人判7档甲5档2个月，而且褫夺公权2档，专案要通上诉。学生人数超过26000人的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是全国上大的科技大学。不过113年所传出，监管系2名专任教授王嘉男、邓慧钦涉嫌甲学生收钱，以60数10万、朴数32万的绩效来代写论文，考试的时阵买到护航。检方查出，拢总有6名学生靠这款手法摕到学规。今仔头地方法院15对8名涉案师生宣判，其中王嘉男、邓慧钦以贪污治罪条例控判有期徒刑，成为全国头一个因为被学规控判刑的教授。唐慧清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月。王嘉男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请教授帮你代写，那当然是肯定违法的。
应该不是自己的创意啊。那2名教授被判刑涉案的6名学生，也分别被判6个月至7个月有期徒刑，管刑2年至3年不等。对此，高雄科技大学表示，学校非常重视学术伦理甲自律，代志曝光了后，就需调开教评会，对涉案的2名教授甲6名学生来做出定处。唐姓老师，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召开教评会，把该名教师呢给予解聘。涉案的王姓老师呢给予终局停聘2年。那么对于涉案的学生，那也给予撤销学位跟毕业资格。高科大强调，因尊重法院的判决，因为目前也会当上诉，校方会继续追踪，嘛会针对审判的内容来召开专家会议，不排除会阁启动新一轮的行政程序来处理。记者郭家祖、邱阳高雄场报道。来看这个新形态的电子烟奶茶杯，最近呢伫校园是传了真紧。有台南市议员是讲，这种造型真水的物件，线顶若准买有，安尼青少年的警戒心就会对你降低。教育局是回应广播前，除了是有拍影片来加强学生囡仔相关的知识以外，嘛会对源头甲通路全面来防治。平常主题粉红啊色那像饮料杯캔仔，因是看甲无飒飒，完全唔知要安怎用。不过这其实就是最近豆豆流入去校园的新型电子烟年地杯。台南市有机关咧质询的时，直接摕网络买的年地杯来检测像这款的产品，即阵仿做是随身碟，也是7毫米，兼个用口味侪无分别的味素来拐骗少年啊使用。小孩子啊，会喜欢啊，会抽上瘾啊，就不好了。小朋友很小，这个还不太知道。了解，那你会担心吗？如果说像这种也是会啊，当然会啊。老师又没有看过这种东西，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玩具，就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那让孩子们觉得这个是可以用的，事实上它是在烟害防治法里面是禁止的。第一线的老师坦白讲，现处是要抓，确实有影难，因为新型的卡波味和传统的烟真无同。那阵学生用外套暗号咧上课偷食，老师嘛真歹发现。加上网络买真利便，也是学生互相转手买。最近校园的使用率有提升，嘛显示这个危机。另外，除了学校有装到特定人员，无嘛根本袂当抄册包，这嘛是目前第一线老师遇到的困境。学生告诉我们只要在短影音点一下就可以买了，超商取货甚至走到夜市里面就可以买到类烟品，可能就会利用升旗或者是统一的一个时间播放影片，让老师增加知能，还有学生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教育局今年4月订定电子烟有检验及处置流程，学生如果有使用电子烟的情形，必须接受戒烟教育及辅导。也会同步进行尿液筛检。这类产品若成分标示无清楚，嘛有可能互人掺依托米子等新型毒品。台南市教育局回应，有和相关单位合作，翕12支宣导影片来加强学生的判断能力。未来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甲稽查管制，对源头通路到校园来做防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市高翠路的便当店顶礼拜呢，是因为驾驶爆炸造成2死2伤的意外。但今嘛消防局这礼拜开始是联合稽查这市内2400多间餐饮业者，结果第一天就发现有业者这驾驶讲煞有漏摄的情形。对业者来到餐厅后壁灶卡检查驾驶桶敢有放好势，去用专业机器来详细检查讲煞敢有漏驾驶的状况。这样子怕说有些开关或软管会漏。就这样子，我们用这个红外线来扫射这样。业者讲，平常时咧使用驾驶，把真注意，没用的时阵一定拢会随甲驾驶开关紧起来。阮下班最后一个人都要巡视一下要关了。检查对因来讲，较安全。真好啊，真好啊。安怎讲？安尼对大家人身安全都很重要。厂商来帮我们做安装，如果说它的观念是正确的话，它的安装的手法，它的是正确的方向的话，是安全的。那其实我们在后面第二段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 OK 的。事故发生了后，新竹市计划自这礼拜开始，要第3个月内检查全市2400多间的餐饮业者。稽查的第一天就发现有便当店的驾驶讲有漏，要求店家限期改善。检查项目包含瓦斯使用安全的情形，以及一些消防安全、建管相关的一个情形。我们发现这个防止倾倒装置大部分都没有安装虽然只是行政指导，我们也尽量的要求业者
以避免说在发生地震或者是剧烈摇晃的时候，瓦斯倾倒，扯断了瓦斯管线，造成漏气。消防局也呼吁徛街的民众，若有瓦斯桶，上好放伫通风的所在，避免瓦斯漏唔知造成灾害。买固定好势，避免发生地震的时，瓦斯桶倒去、管线断去，发生危险。而且备将时啊，买定期检查，确保使用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即马讲，这美伊战争已经要结束，所以美国4大指数呢其实拢有起。也若台股今仔日开盘嘛是同款，毋过说因为台积电是反乌的，所以是起无介济，上悬是来到45737点。有专家是分析讲，今仔日下晡呢，日本的央行是来公布上新的利率，刷落去也有美国甲台湾的央行，所以有期即礼拜这股市是会有大震动的。拜美国收红，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是起超过5%，各界预期台股拜二的延续拜一的气势。虽望早盘台股开悬，不过受到宽达国台积电反乌的拖累，台股是起起落落，气势收敛。不过犹原是稳稳徛伫咧45000点。这样要宣布升息，然后明天又是台指期平仓，后天呢这个联准会呢又要宣布他们的利率政策。那所以呢，在这么多的这种消息面杂陈的情况之下，那投资人也比较不敢进场。专家分析，这礼拜台股因为消息面多，会持续震动。头一个是16下晡，日本央行会公布利率决策；再来拜三台指期结算；拜四台湾时间还有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拜五台湾和美国股市拢休困。那台湾2大 ETF 嘛正式换股，迄天也有美国四务日，拢可能加做股市变化因素。今年台股多头行情嘛，带动国内高端消费，国内观光饭店的头人金华酒店认为，无论是大房、餐饮或者是精品消费，拢相对有利。出口带动的这个景气是非常的旺，国内一般民间的消费其实是也有受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正面的影响带动。那但是。大体来说，民间消费还是比较缓步成长，没有这样的双位数的这种出口的成长。分析师认为，台股经过这礼拜多种消息面影响，震动盘整的可能性大，这对科技啊坐底有帮助。下礼拜有机会再再挑战观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要废除这监察院进前，就要先甲监察院的人事甲动起来。这民众党团有赞声，所以因讲除了会封杀所有的被提名人以外，也要甲这监察院的预算抬甲变做零。在修宪废除监察院以前，将冻结监察院除了相关必要的法定义务支出及人事费用之外。监察院的预算，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把它砍到零。修正委台湾民众党有没有招委？有啊。中国国民党有没有招委？有啊。民进党有没有招委？有啊。小弟我就是啊，想要的喊得最大声的，你就召集嘛。修宪委员会是存在的嘛，大家来开会的，大家来讨论嘛，不要对社会去喊话，这个都喊假的，没有决心嘛。立法院伫去年是有来成立修宪委员会，这民众党团的陈清良呢，伊是呼吁这立行就要共同来推动。那曾瑞雄伊是回应讲，这党团是有100%的诚意，只要有提案，安尼伊嘛来主张废除监察院。也毋过这业务甲监察权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拢爱讨论清楚。再来看，这立法院长韩国瑜6月2日呢是要来访问美国7天。根据了解，这撮仪器有可能是会拜会这国务院的官员，也有参众议员等人。另外是表示讲，这韩国瑜伫个军购当中呢，确实是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伊嘛呼吁伊呢，就要甲这台湾国会状况讲互美国知影。也那这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今仔日是对美国登来到台湾，也毋过并无接受访问。早，谢谢大家早，大家早，谢谢。在咱透早到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继续2礼拜嘅访美国行程，到飞轮机了后无做回应。也那野党内头人最近小连续出访，除了郑丽文，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拄对澳洲转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是14到新加坡参与世界城市高峰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受邀请，按上1到17带跨党派立委去美国推动国会外交。我相信他一定会见到比郑丽文主席更高层级，就是科室层级以上
上的人，因为韩国院长确实在这一次的军购的部分，确实他发挥了调解跟协调的功能。我们也希望走出去之后，可以带回来更重要的外交好消息。这届成员按照政党的比例，民进党团由立委邓冠廷、李碧的桂玉晴代表，国民党团10日抽签，抽到林书明、赖淑宝甲杨庆英做伙去。民众党团派洪玉祥。根据了解，这届行程有机会见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甲国会参众议院等等，而且会去美国亚利桑那州参访台积电。由我们最具专业的洪义祥委员来代表党团陪同韩院长一起到美国出访，因为他有科技的背景，对 AI 对半导体的产业非常熟悉。我幸运的抽到这个我们国民党团的名额那么所以韩院长去美国访问，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会外交，相信呢韩院长会带领我们把台湾的声音传到美国去。针对南亚头人小连续出国变外交，敢是甲2018年的总统大选有关系？国民党立委强调，会当行向世界拢是好代志，外界免想伤济，甚至认为国民党已经传达台湾社会无同款的意见，让美国对南亚产生兴趣甲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具体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声来关心的，就是美国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呢，是来发生一桩飞安事故。有一只 B-52的轰炸机伫起飞了后无偌久的时间，是熊安尼摔落来，佮导火烧。顶头呢有8个机组人员是全部罹难。目前当局已经封锁现场，也展开调查，要来理清这桩事故的原因。对空中看落去，一大片沙漠烧甲草火搭，现场阁继续咧庆高烟。大队消防甲急救的车伫四边抬兵。美国空军一只 B-52动运船堡垒轰炸机，15伫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飞上天了后无偌久，熊坠机。顶面的8位机组员全部罹难，包含美军的现役军人、政府的雇员甲民间的承包商。军方表示，这只轰炸机属当时当咧执行平常时的测试任务。It was a B-52 that was on initial takeoff, supporting the radar modernization program, which is it was a local test sortie. It took off and immediately after takeoff crashed and burst into flames. 确认现场画面了后，军方判定这是一站无法度挽回，而且无人活落来的致命的坠机。B-52轰炸机自1950年代服役到今，是现役上资深的轰炸机之一，一直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主力，会当挂上几架核子武器。因为无人机已经差不多烧到乌有去，增加调查的难度。军方紧急成立安全委员会收集初步的资料。At this point, we don't have any indication as to what the cause was of this. We won't be able to release that information, and we don't have an ability to get that anytime soon.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 interim safety board to do the initial gathering of the facts, and that will then lead to a safety investigation board, which will look into those root causes. 这件事故是 B-52轰炸机对2008年迄阵伫关岛附近海峡坠机致使6人死亡的事件以来，上严重的致命飞行安全事故。军方表示，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按算至少要30天才会当出来。伫理清真相的时，军方也全力协助罹难的美军因的家属处理随后的代志，陪伴因度过这个艰苦的时刻。公司新闻电视人培育。另外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伫 G7 峰会有证实讲，已经甲伊朗来签一份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川普伊是强调，这荷姆兹海峡呢，上紧伫拜五就会重新来开放啊。也毋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煞大硬表态，讲绝对袂撤军，而且佮讲无论敢有这个协议，这拢被互伊朗来决定协议的。伫 G7 峰会召开进前，美国总统川普甲法国总统马克宏来做双边的会谈。川普表示，伫华府甲德黑兰宣布中东战争停火协议达成了后，船只已经会使重新通过荷姆兹海峡，这条全球真重要载石油的水路，预计伫礼拜五进前会全面开放。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much help because we have an agreement where 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it's toll free. We had a little argument on that. It's toll free. 伊朗的媒体报道，15暗时已经有3只油轮，也有2只货轮通过原本去予美军封锁的水域。若是美国甲伊朗也搁有掠中和的巴基斯坦拢讲，和平协议伫礼拜五会伫咧瑞士正式来签署。不离个一个美国的高层官员就讲，川普副总统换书也搁伊朗国会议长卡巴里夫，其实已经用电子的方式签名。
总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态度有关大正的，强调以色列的军队会继续留伫咧黎巴嫩、叙利亚也搁有加沙，一直到无威胁为止。伊讲这场战争，互以色列免搁承受伊朗核武的威胁。若以色列各大跨党派政治人物是对协议的内容真怀疑。אני נאבק במאמצים של איראן להתחמש בנשק גרעיני. אני יכול להגדיר את זה כמשימת חיי. עמדתי בה עד היום, ואני אעמוד בה גם בעתיד. עם הסכם, בלי הסכם, 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目前协议内底还阁有真侪关键的细节还阁无清楚。若伊朗这方面表示，美国已经答应要将伊朗海外资产甲解冻，嘛会对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提供补偿。等甲核计划最终协议讲好了后，德乌兰会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That the state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war for the U.S. were 1.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Regime change, and none of those political objectives were achieved despite all the firepower that the U.S. had. But the Iranians had one political objective, and that was to survive the war, and they did. 川普嘛伫咧社群媒体顶悬铺文讲，伊朗已经答应永远无要发展核武。若是美国要复合伊朗3亿这个讲法，伊讲完全是假消息，拢是民主党的人咧凊彩乌白生话造谣。若华府一直望会使彻底限制伊朗核发展的能力，而且处理900公斤高浓缩铀的库存，这核材料传出去年去互美军空袭了后，已经去互搬走，或者是待伫咧涂骹底。川普捌暗示，若是伊朗伫咧15年内拢无要搁发展浓缩铀，这伊是会当接受的。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或者即届呢，维德甲甲西班牙0-0踢做平手呢，有球迷其实拢真欢喜的。也毋过场外所有人是规巴肚火，因为因是开上千块的美金买来这张门票，竟然是假的，就是因为互诈骗集团拐钱去。这张门票呢，虽然讲顶头是有写座位，也毋过煞无条码通好入场，真侪人拢互挡伫咧外口。维德甲球迷欢喜甲又搁叫又搁跳，庆祝以0-0甲西班牙踢做平手，做一个世界骹球赛历史国土面积上小的国家。维德甲头一战就踢出互人愕乐的表现。A não ser 10 ilhas, só país pequeno aqui, mas hoje então hoje a mano fica grande. Então nunca tem palavra de falar mais de que não está sentindo mesmo, mas nós Cabo Verde nós é abençoado. 美国阿特兰大球场内底有真侪维德甲的球迷亲身见证国家队大冷门，不过毋是所有的球迷拢遮尔幸运。球场外口也有真侪球迷伫比赛开始了后，还是无通入场，因拢是透过第三方网站买门票，开上千块的美金，煞直直无收到入场的条码，直直到比赛开始，因才知影家己真做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There's a lot of people, and like everyone's complaining the same thing. It's like they're putting in like a random email for you, and then nobody can log into their app or whatever to access their tickets, and the barcode isn't showing up. So it's like giving you seat numbers, it's giving you where you're gonna be, it's telling you what time you need to arrive, and but the only thing is it's not giving you the barcode that you can scan up there. 另外一方面，中国地缘政治同款牵动世界骹球赛。洛杉矶球场外口警方设路障，专门升级维安的措施。对着美国甲伊朗才拄宣布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国家队也要伫遮赢这纽西兰，佮加上有海外抗议团体伫场外的旗仔示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人权，也互这场比赛伫高度改变的气氛当中特别受人注目。公视新闻陈伟林编译。当来看咱国内这民间团体呢，是开记者会指出，这国内一寡用资公司是欠一个完整的法规来管理，或者诈骗集团会当利用制度的空棚来拐钱，所以要求政府得定出一个用资的专法。有学者是指出讲，目前这全台湾呢有超过5000间的用资公司，也毋过立管的数量煞干那26间尔，所以建议这政府得参考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制度。钱就直接到了户头。又被一部的指示转进到所谓的投资的平台，几天后，跟我说要结婚的人消失了，贷款的代办人也找不到。李小姐透过网络交朋友去拄到诈骗集团，对方叫伊甲用资公司借钱。伊借38万，钱尾啊，互诈骗集团骗去假投资、上头空。第二，有民团伫立法院开记者会指出，伫国内用资公司是合法的，
而且借钱条件较零，所以互诈骗集团有机会让制度的空棚拐钱，要求政府都要赶紧制定用资业的专法。信用卡、现金卡或信贷越来越严格，所以其实很多人透过网络上的信息跟融资业者，不管是公司行号或个人借贷，但是这些融资业的规范完全没有，也不是本委员会所能管的。那就立专法来管理呀。民团用行动局演出用资公司无法规范管理的困境，因为目前全台湾有5000间以上的用资公司，金管会所干6管26间，而且是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用资业的规范有限。搁因为用资审核较零、放款较紧，诈骗集团会先甲受害者骗到无钱，搁介绍伊去借钱，致使受害者的钱还袂了。学者讲，目前用资制度无明确规范利息的上限，借款的多少，显示政府对管理的力头无够。就是它不合理的利率、不合理的合约、那不合理的催收、不合理的广告条款。还有最重要的是，他放款给不适当的族群。你如果是在单一个地方区域你在执行业务的，那你就归那一个地方政府来管辖。但是如果你是有跨辖区的、跨地方区域的，那就由中央的这一个单位来当你的主管机关。民团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制定专法管理用资业，若无诈骗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记者吴金勇、志工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个中国的骇客集团 Crazy Hunters， 伊就去年开始呢，就侵入咱的马偕病院，也有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系统，来偷摕这患者的资料去线顶咧卖。即马这检方已经查到2个台湾人，目前也已经甲因起诉，对这骇客集团也发布通缉。检警来搜查约谈20人涉嫌联络骇客集团，有1000个泰达被美国来病院的病人雇主，以及部特别准备。这买卖是暗网交易对换骇客集团 Crazy Hunters， 去年入侵马偕甲将其系统窃取病院病人雇主，伫非法论坛咧卖。当初不法集团佫讲有千万笔患者的资料，专案15情节，甲骇客集团被雇主的2个台湾人，互北检以告自法起诉，简称中当量刑。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2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检方批评涉案的姓郑甲姓刘10人得手的民众资料，牵涉病理、医疗、基因、健康检查等运输告知，暗过2人竟然为了牟利，买这告知佫卖出去，基于嫌犯对回记录发现异向。Telegram 的被告表明都摕到资料，强调名单拢是有名佫有价值的人。医疗相关的资料，它事实上在这个整个暗网上面市场价是非常的好的那原因是因为它里面这个参考价值是非常高的。社会上的一些这种比较有威望的一些有名气的一些人士，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偏隐私的问题，对这些名人来发动一些这个所谓的威胁等等。专家分析，骇客集团经病院下手，甲资料有真悬的可信度有关系。若病人告知外泄，连医师依赖情权资料拢可能泄露。目前中国骇客集团已经互检方通缉，不过人一天无抓到，就惊个趁机会犯案。若各机关无强化资产，告知拢有挂漏的风险。这时阵可能就会产生诈欺、恐吓等犯罪问题，对个人会造成侵害。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消防局这参会报销无解老实，所以检方是来发动第2波的搜索行动。嘛，甲这个消防局长齐祥义甲带转去问话，检方是表示讲这专案是会照贪污治罪条例来甲侦办，后手无排除有强制处分。咱来齐祥义伫行出这个消防局的时，伊是坚定讲当然是清白的。宜兰县消防局长齐祥义伫调查人员的陪同之下离开局长室，面对媒体的问题，表示相信当然拢是清清白白。我相信我们同仁是清白的。这是检调针对宜兰县消防局第2波的搜查行动，搜查齐祥义的徛家、消防局局长室、行政科等等的所在，佮甲齐祥义餐厅的头家等等的人约谈。经过检调初步的调查，消防局办理特种搜救对国家认证计划结婚作业的时，怀疑有承办人员核销的面貌甲实际消费状况无同，而且未当核销的酒，消防局嘛照常以公费核销。
伫顶一波的搜查行动检调，就如伫迄时担任抢救科的科长张顺尧，实际承办的省内科员，各10万块银交保，涉任的科员5万交保。徐尚耀后续约谈了，伊假送地检署复讯，检方无排除会强制处分，专案向贪污治罪条例方向侦办。我还不知道。因为早上来县府就一直在开会，所以宜兰县政府伫上叫洪所长的时，拄好召开管务会议。徐尚耀请假无出席，由上叫的秘书代理县长林木成表示，唔知影这个案件，等待检方厘清。县政府伫顶回所长行动了后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查的阶段，全力配合司法调查，早日互真相清清楚楚。记者综合报道。日军官校建校102档的校庆，今仔日早起来举办。这 M1A2T 的战车是头一届伫高雄现身，同时也有海马斯、德港、火箭等等的国防武器。也毋过嘛，因为这天气是无介稳定的，所以阿帕契甲乌鹰直升机这活动是拢取消。那其他也是照常举行。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头一届伫咧高雄登场，也有海马斯、德港火箭、复仇者飞弹车、参通信干扰、增速车规排甲展开，展现国军的实力，嘛祝福陆军官校校庆。10日早起高雄的天气犹原无稳定，连咪上大雨，连咪搁出力。不过陆军官校表示讲，活动照常进行。一流的装备必须搭配一流的人才，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战效果。各位未来都是要实际操作这些装备的人，你们必须要让自己能够与最新的装备来匹配。培养真侪优秀军官的陆军官校，今年是102档咯。学校内底8年的学生来参加校庆阅兵的活动，各校友学生的家属，因有校友风纪集团董事长施进营翁阿某到现场来观礼。当初到美国，我想要去学习的是美国军事方面不同的领导以及他们的教育环境。那在美国期间，我2、3、4年级也都有担任干部，都没有看到家里，也没有后悔来到台湾，然后交很多朋友，也今天能够站这里，不是因为我一个人的努力。陆军官校表示，无人系统、人工智慧，也有网络、攻防等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军官的培训会对上时代发展，也有新形态威胁，培养出更加符合未来战场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早起呢，是去视察这陆军的干道指挥部玉山营区。这官兵呢是现场来演练 TAK 的手机啊，透过显示这数位地图，互部队会当掌握到战场的这个态势。复仇者这飞弹车呢是来演练隔空的防卫作战，来防止敌军反弹。就在下个月，官职部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刚刚我也看到。在这个月初，实弹射击成绩优异的 Arti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这充分展现出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科技的具体进展。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赖总统是表示讲，因应着新形态的这个威胁，咱国军是来引入新型的科技，强化这无对称的这个作战。对这国防特别预算，互人甲抬减去。赖总统是强调讲，这政府绝对袂放弃，会做咱军上好的后座。另外，这赖总统呢，也有来是到这上山的雷达站，做这北台湾的雷达中心呢，这负责24点钟来侦测这个台海，掌握着中国军机甲军舰的特征。来看台湾美国商会呢，是来发布2006年台湾白皮书，建议这台美之间应该着爱优先合作有4大领域。这4大领域是包括着强化经济安全、优化法规来吸引投资，也有建议台湾应该爱把这能源沦陷甲电网的安全提悬到国家安全的顶级。美国商会75周年，2025年台美双方贸易达到2560亿美金。同时，美国嘛正做台湾第一段贸易的优判。若10日正式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搁一概提出建言，认为台美之间应该优先合作4大领域，包括强化经济安全、贸易甲投资，也有深化科技合作。This agreement create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deeper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should be actively strengthened going forward.
We also urge continued improvement to Taiwan's foreign investment approval process and greater alignment between local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美国商会强调，台美之间利用 ART 发展更加密切的经贸合作。另外，面对301条款的调查是强调，这唔是单单针对台湾尔，认为讲这是双方对话的好机会。另外，美国商会嘛认为，台美之间应该爱做伙联手提升能源，也有基础建设的韧性。嘛强调，这唔是经济议题，是国安的问题。嘛建议台湾应该将能源的韧性，也有电网的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级。针对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能源建议，因嘛正向来看待。The key thing is predictability, stability, continue to enhancing the grid, and we see progress in that area with our members. Our members are all looking into that. 白皮书内底嘛讲到，对美国华府的建议，提醒美国的企业伫台湾营运，这双边经贸的关系会对双方带来明显的利益，啊，包括台美对顶贸易协定 ART， 对着吸引更较侪投资拢真有帮助。台湾的企业嘛咧投资美国，应该避免去互双重扣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法务部调查局是来公布去年12月查到的毒品走私案，这当中有300多公斤的开他命，也搁有281公斤的海洛因，这市值受103亿遐尔济。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指出讲，即马面对这毒品的问题，各单位都要共同合作，对源头来打击，而且这政府也会透过修法来加重相关的刑责。天发财，天传，要开钱啊！天发财。海巡人员伫真歹的海上中执法，甲停伫咧琉球市西南边海域进行毒品交运的滨东渔船添发号38号查落来，搁讲起哩，共查到353公斤K他命，搁有281公斤的海洛因。这毋但超过这3档海洛因掠到的总量，搁创下海洛因查到量的上悬纪录，市值高达103亿。尤其是年轻一代受到毒品的一个威胁，所以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毒品如果流进了一个市面，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这是法务部调查局去年12月破的走私案，开2档半的时间，将大量毒品为缅甸出来，经过辽国、泰国出海，过程中还有美国缉毒署提供证据协助。Drug trafficking does not respect borders, and our ability to protect our communities from the impacts of drugs relies on the strength of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What we celebrate here is proof that strong partnerships produce strong results. 行政院长杜英泰指出，面对毒品泛滥问题，各单位共同联防，为源头打击掠外，行政院嘛透过修法加重相关刑责，遏止不法。不管它是制造、运送、贩卖，乃至于持有，包括电子烟等等的刑具，都提高了刑责。我们会一个礼拜快速的来提出，希望提出之后，立法院能够迅速的审议，让刑责提高，范围扩大。也能让我们在最快的时间内真正落实打击不法。啊，那近期毒假事件不断，杜英泰表示，行政院已经提出修法草案，希望建立司法防线，卖为装备训练等方面全面提升第一线执法人员的安全防护。记者综合报道。5日这年假咧要到啊，真侪人呢是打算要出国去佚佗。财政部关务署是特别提醒，返来到台湾的时，这民众千万唔通早有猪肉做的肉粽，也是判手等等，违规上当时罚价100万，也有可能挨关7档。出境大厅人踏踏甜，5日这年假脚步瓦紧，国人真侪人出国旅游，束互海关批变正严。今日有民众贪方便，有早也是请国外亲友邮寄有肉类的肉粽入境，为了防止非洲猪瘟等境外疫病影响咱国猪肉产业，关务署会伫国门加强查核，尤其对行李、国际邮包加快递货物严格管控。端午节将至，然后我们目前来自中国以及韩国疫区的猪肉制品，查获的频率，比较偏高。我们以中国大陆为例，那目前查获比较多的就是火腿肠，还有携带内含猪肉
馅饼的糕饼类制品。根据防检署的统计，去年拢总542人为非洲地区疫区违规炸猪肉制品入境，其中有144个是外国籍游客。关务署提醒，民众若是为非洲地区疫区炸猪肉制品，初犯重罚20万，再犯罚100万，相当会当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海巡署金马坪分署为13开始专门启动专案勤务，头一天就伫金门小三通旅客行李甲货运快递，哪查到大批非法输入的中国加工食品。或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海巡署表示，科技联防甲全面拆检，执行头一天就有查到大批中国土豆甲螺蛳粉，除了对行为人会依法处罚，嘛会没收小费。5日节要到啊，会持续加强查察，严防境外疫病传入咱国境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肉粽这2年呢，若准有配合着花旗的基因，安尼就是有包条、包中奖的意思。伫咧家己的面向呢，有一间庙的这个中职，最近是互人发现有挂2罐肉粽。庙方表示讲，其实挂起的这个原因，伊是唔知影的。也毋过，其实这已经挂53冬的时间啊。有学者是认为讲，其实这肉粽挂伫咧中职，应该就是下迄个花旗的音有祈福的意思。迎头看向厝顶庙的中职顶面有挂2罐肉粽，肉粽互香火熏甲变色，因为挂的所在真悬，无详细吹阁看袂到。庙会注意讲，这2罐肉粽已经挂伫顶面53年，最近是因为有人发现来问，才阁想起有这件代志。是伫62年，迄阵中建委员会上牛的时阵大家用起的，嘿，到即阵换遐53冬左右啊。但阮一个阿姑的囝来发现着，才伫甲因讲安尼。才豆流传啊咧。这间伫嘉义县民雄乡的庙，到今已经有将近150冬的历史。为什么要伫中职挂肉粽？庙方主委嘛无清楚。向今年9月份，就是当初是包肉粽的长辈来请教，伊嘛讲唔知影。附近中正大学研究宗教建筑的学者指出，中职挂粽可能是合迄个音，有祈福的意思。是啊，要放安尼，你敢知啥原因？我唔知。你唔知哦？我叫我包，我就甲包我无。我嘛唔知。一罐包几粒？那包几粒我嘛袂记啊，几粒？可能10粒吧，看不上会对。粽子如果是取它的那个谐音来，粽的话，它有一个刚刚好，就是对得上的那个意思。有人说，这个粽子，因为它跟那个重量很重的那个重谐音，所以呢，那也就表示你这个粮放上去之后，它会非常的可以承重。教授指出，庙中职挂肉粽的风俗，伫外县市一寡庙嘛看会到，不过伫民雄地区确实是真罕见。庙方主委表示，虽然唔知影原因，不过庙嘛因为这2罐肉粽，请一寡人专工来遮看，以外替传统的地方信仰带来趣味的话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世界杯骹球赛呢，互真侪人是透眉安尼看直播。其实伫咧台湾这高中小呢，最近也开始咧试行无人机骹球赛。这是一种结合着科技甲骹球战术的运动，会当对这个游戏内底去学习这个操作的技术。伫咧南投草屯这个无人机骹球赛，已经吸引全国超过40队来报名参加。这是伫南投草屯举行的无人机骹球比赛。虽然是在地小小比赛，却吸引到台北、台中的选手来参加。学生啊，足介意弄来弄去的算法。草屯镇长讲，无人机产业是未来的趋势，会当有正大的发展，互囡仔自细汉接触，等于是成长优势。以后的趋势，是 AI 的趋势嘛是咱无人机的天下所以讲，咱从小，咱小朋友都更加了解如何操作无人机更了解无人机。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撞对手然后得分你会有一个爽感，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就会有继续想要飞的动力。伊就是头起身引进无人机骹球进入行的教练蔡中义。伊讲无人机骹球除了会当互学生学无人机的操作，嘛会当当作拍电动同款。目前南投差不多逐间国中小拢有学生咧耍无人机骹球。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比较好，因为它有一个实体在你面前，而且有一个声音，然后会比较舒压。我拢一开始予囡仔开始耍，因为耍上简单嘛。慢慢对中内底去发现讲，我是安怎背书人，我是安怎落名人，
啊，伊内底伊就慢慢去改进，啊，慢慢进步。讲较直接，后摆战争搞不好哪一个靠遮的囡仔，你无训练遮的选手，后摆你要突然之间要动用到遮的人，其实足困难的。所以为细汉就爱开始用啊。无人机骹球是一种结合遥控无人机和骹球战术的科技运动，嘛互运动部提出新的运动发展计划。比赛爱3个人一组，讲好什么人进攻，什么人防守，团队合作，嘛互学生增加沟通能力。对游戏内底去学习操作的技术，嘛是未来国家科技教育的重点。记者安英秀南投报道。为了响应这世界杯骹球赛，伫美国的迈阿密一间酒馆呢，伊是来做一寡有国旗的鞋仔型酒杯来卖。这民众来啉酒，杯仔也会当销送。也那另外伫巴西是有鸡卵糕店卖这骹球造型的鸡卵糕，为选手做伙来加油。佛州迈阿密酒的调酒师展现手游的绝技。一时啊，就将鸡尾酒倒入去球鞋造型的酒杯啊，详细一看酒杯啊鞋啊，佮印附德国国旗。礼拜四世界杯乙组比赛，德国队古拉索这两杯鸡尾酒明显是为德国队加油的人客调的。You're supporting your team.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ose sort of items, and it's really cute. So. 迈阿密是这摆世界杯的主办都市之一，当年当地比赛15日开始，不少骹球迷已经进入这种运动酒吧。球迷讲，无论是装伫球的造型、奖杯造型、酒杯内底饮料，配合球赛主题啉起佫较好啉。无论到一个国家比赛，这间酒吧拢应对的球的酒杯，饮料也个人提转去。除了啉酒相机，真爱骹球运动的巴西要点新师傅推出骹球造型的鸡卵糕，顶悬为甲巴西国旗同款的色水。E assim, a Copa, a gente vive da Copa. O Brasil respira futebol e a gente se une pelo futebol e tudo. Então eu queria criar alguma coisa realmente que fosse muito especial. 可卡利亚是这两个克罗埃西亚球衫专家，因10年来收集6000件各个卡球选手的专业球衫。Ovo je prvi hrvatski dres sa utakmice protiv Amerike iz 1990. godine. Ovo je dres iz Francuske, 98. Tad smo osvojili 3. mjesto. Ovo je dres iz Rusije. Tu smo osvojili 2. mjesto. 两个专家估算，为球衫到球鞋顶各种纪念品，总价值300万到500万欧元。不过这拢是毋是买物件，因打算有一天开一个博物馆，而且会继续收集落去。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因来伫美国休斯顿即马是当咧事件大箍马骹球队，除了是踢球得分以外，阁爱来控制体重。每一场比赛进前呢，这球员拢爱先磅看卖，只要这礼拜有比顶礼拜较瘦，安尼瘦落去的重量，就会当变作是比赛分数。伫球场顶放开来走，走甲大力杆、细力杆，这项圆滚滚的球员当咧参加大块的骹球业余联赛。这项源自英国的特殊比赛，如今伫美国休斯顿发展了真好。参加的球员组成5人制球队，搁和亲像大金蕉还是小龙的大粒球顶优越的队名。对真侪人来讲，这毋但是一项运动，搁是甲健康找回来的路。I had an accident that I was paralyzed from the waist down, but so that's why I gained a little bit of weight. But thankfully, I found this program that's helping me get back in track slowly and surely to get to the weight that I want to be at. 大块的骹球赛上特殊的规则，就是将体重控制直接加入去算比赛成绩。逐场比赛前，球员必须排队打起哩磅啊，只要这礼拜比顶礼拜较瘦，减去的重量就当换算做球队的入球数，减归健身做伙来，互无想要拖累队友的荣誉感，成做球员伫生活中进出的上大动力。There's different ways the guys can score points here at Man v Fat that don't just involve what they're physically able to do on the field. So if they can continuously lose weight, adhere to their diet tracking and weight loss programming outside of what we do on the field, they can actually contribute to their team's success and victory on the field by losing weight on the scale. 这阵大块的骹球队成员唔但伫球场顶甲健康甲自信找回来，嘛交到一群伫生活中会互相监督鼓励好朋友，应用歌甲笑容证明骹球运动的魅力未受到体型的限制，任何人拢会当伫草坡顶踢出属于家己的精彩人生。公司新闻地位人朋友。原来下晡晡的天气，刷了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
受锋面渐渐离开，甲透西南风的影响，今仔日的环境水汽由原小可较济。台湾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也是局部微降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就是这则重大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